過去2-3個星期咧，美金就明顯咧由高位開始有調整啦。究竟呢一個係升勢嘅結束啦，定係只係一個調整呢？我哋今集可以同大家一一拆解一下。圖係圖表個圖，色係分析個色，糾紛係賣同賣之間嘅角力。佢就係呢個市場嘅判官 Aaron Chan。好，歡迎收睇新一集嘅圖色糾紛。咁今日揾翻 Aaron 再嚟現場同大家講啦，都隔咗成2個禮拜啦，都隔咗，因為有啲事要搞啦，係咪？係。好，咁我哋開始節目之前都講下我哋啲優惠啦，因為我哋有個快閃活動喎。因為而家我哋咧好簡單嘅啫，成功開戶，只要成功開戶就送500蚊 coupon噶啦，咁就冇其他條件噶啦，咁就好簡單嘅啫。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即刻睇翻下面我哋條 link，咁就可以 click 入去睇翻我哋優惠，同埋可以喺 online 開戶嘅。OK，咁我哋開始節目啦。咁呢個禮拜就見到，即係過個禮拜咧就見到個美金都有翻調整啦。咁當然主要原因就係啲美國嘅數據都係比預期差翻少少。咁大家都驚，都擔心緊個經濟都唔會話好似之前咁強勁啦。例如啲零售銷售啦，同埋之前再早少少公布嘅 non-farm payroll 啦，都係一個比較令人失望少少數字。咁所以令到美國個9月份同埋10月份嘅加息機會咧下降落嚟咯。咁嚟緊係咪即係已經跌到得翻一半以下噶啦？即係嚟緊9月同10月嘅加息機會。咁嚟緊係咪真係唔加啦？咁如果唔加嘅情況下，美金之前嘅升幅係咪冇晒，或者係調翻轉出現倒跌嘅情況出嚟咧？係啊，咁我諗呢2個星期就工作即係離開咗香港啦，咁所以就大都有睇市嘅，但係翻嚟之後睇翻個匯價咧，有少少嘅喐動，但係變化都唔算太大。咁最主要就的而且確就係美金就有啲轉弱嘅情況。咁頭先你都用基本因素解釋咗，就係我諗成個故仔咧，其實好清楚咧，就係大家都同我哋節目早期嘅時候，即係一開始呢個節目嘅時候，個預期都差唔多。而個主題個重心咧就有個戰事啦，都仲係發酵緊。不過咧大家關注度係減弱咗，或者對個市場嘅影響係淡化咗，慢慢轉翻去一啲可能對通脹嘅預期啊，而再進一步咧就係影響個加息嘅預期。咁加埋新嘅聯儲局主席阿沃什咧，亦都放棄咗個前瞻指引啦，亦都叫大家就話希望佢主導翻件事，或者係數據主導。咁呢個數據主導咧，應該就係過去呢2個星期一個總結啦，就係你見到例如有 CPI 啦、非農數據啦、或者係零售銷售啦，簡單嚟講，即係一連串嘅組合式嘅一啲數據咧，都係麻麻地，又未至於好差。例如啲失業率都 keep 住仲係可能4.1% 左右。咁但係對個息口上的而且確咧，頭先你提到嗰個利率期貨，基本上大家咧又係變化緊。9月、10月咧應該就係維持不變。咁到12月咧，即係過咗嗰個中期選舉之後咧，可能就會加今年嘅第一次息。咁呢一個我諗，即係你見利率期貨不停都係變嘅，即係我諗純粹少少 recall 翻大家年初嘅時候咧，仲係覺得要減息，減2次息，跟住咧中間大概第一季左右咧就覺得應該唔減息，因為有個戰事啦，個戰即地緣政治衝突，甚至之後進一步惡化去到要加息，或者甚至要比較極端咧，就係加3次息。我記得當時我哋就講笑啦，即係我哋就話唔知會唔會開口仲可能玩完成年之後咧，原來最終都係唔加又唔減。但係我哋個市場情緒咧就好似即係玩緊千秋咁樣，由一邊揈到去另一邊，兩個極端揈嚟揈去。咁而家似乎又少少收斂翻咧，去翻就話有機會唔加呢個咁嘅預期。咁當然咧都仲有3成至4成左右預期都會加，所以呢個就係數據嗰個變化。咁但係如果你話越接近即係中期選舉，可能真係沃什會唔會要即係當賣個人情俾特朗普，或者聽翻特朗普支笛嘅話，唔好影響你個選情啦。你既然唔想加，不如就可以嘅話拖到12月先加，都係一個即係可能政治上嘅一個考慮啦。咁所以你見到對個加息預期係的而且確開始冷靜翻，甚至成個暫時嚟睇咧，成個2027年咧都係預計可能都係加，就係個加1次。
當然啦，即係個比數其實而家都係咬住嘅。你見例如加多一次息，去到4厘至4厘25咧，其實都有大概30%，所以呢啲都係隨住即係數據咧就俾市場帶住個情緒啦。但係對個美匯指數嚟講咧，你見到而家咧喺呢個4小時圖，明顯咧就由即係接近102呢啲位咧開始就落翻嚟，係有個進一步調整啦。咁甚至到呢一刻咧，純粹我哋望落去眼前即係講緊8月份開始左右啦，其實你見到咧，基本上咧都係一個弱勢嘅整固啦，咁都唔係一個即係叫做上升嘅走勢，甚至你講緊由個高位一路調整之後咧，呢個即係我經常性我自己比較中意嘅 pattern 咧，就係呢類啦，即係急跌完之後喺個低位整固，咁我哋通常就會估計有另一次嘅一個調整，咁而家佢創咗呢個低位之後，究竟會唔會再進一步調整咧？機會係大嘅，起碼你知道呢一刻我哋個假設就係佢仲係比較弱勢。美金加埋頭先我哋講嗰堆唔加息嘅一個結論啦，咁就似乎都仲係令到美元係會進一步調整。但係問題就係你要去評估就係呢個因素究竟係咪一個好毀滅性嘅因素，會令到美金要散咧？咁當然咧，即係我諗你見到亦都有好多其他消息，我諗新聞就充斥。雖然我哋圖式糾紛就係講圖表為主啦，咁但係即係你都係呢段時間都係新聞係帶動咗個情緒，帶動咗個圖表嘅走勢。包括就我見又話今朝早睇咧，又話英國啊、日本啊、中國咧減持緊，原來係最近呢個月咧係減持緊啲美債，可能亦都係調翻轉去解釋就係點解個美國啲30年債息啊夾緊上去啊，當然有好多其他嘅解釋就話可能擔心美國嘅財政啊，即係我諗呢啲古仔咧其實就經常性會梅花間竹出現，即係尤其係一陣我哋講 yen 嘅時候咧，大家都係擔心，有時又話擔心日本個財政危機令到就係日元下跌，而家又好似翻去擔心美國嗰個財政個穩健性可能令到債息急升啊，美金有啲略為跌翻啲，咁但係你當係一個藉口啦。咁如果你技術上去睇咧，我覺得又唔需要過分擔心。首先純粹就話唔加息，其實都係一個短期嘅調整啦，未至於話你炒翻減息嗰個因素。咁另一邊咧，其實就係美金始終今年係由大概5月份左右咧，係大概97.6呢啲水平咧，叫做係起步嘅。跟住咧就突破咗今年嘅即係1年嘅新高啦。咁所以而家你話調整翻落去，我哋睇翻呢啲圖表咧，當時有啲比較明顯嘅支持位，或者以前嘅阻力位啦，而家嘅支持位啦，似乎就大概咧喺98.5或者咧就係98.8之間呢個水平咧，其實就可能會喺呢啲水平就有個比較明顯嘅短暫嘅支持啦。咁所以呢啲支持區咧，你話會唔會再開個新盤去沽隻美金？除非有啲新嘅 input、新嘅數據啊、消息啊，係突然之間充斥住，大家又睇得好淡隻美金啦。否則嘅話咧，如果你沽咗啲美金嘅話咧，呢啲區間咧可能係俾你大家大致上一個食糊嘅選擇啦，即係減持翻啲美金嘅淡倉係啦。你話買唔買翻啲外幣嘅好倉，或者係即係需唔需要買翻啲美金嘅好倉咧？減持翻啲外幣嘅好倉，增持翻啲美金嘅咧？呢個就係到時再判斷啦，即係要睇下嗰個跌勢喺呢啲位揾唔揾到支持先。但係如果你技術上去睇咧，呢個位我覺得係一個合適嘅機會咧，可以略為減持翻少少美金嘅淡倉係食糊嘅。OK，咁啊，記住呢個位啦，98.5到98.8呢個位置啦。好，咁我哋逐隻外幣講下啦。咁先講歐羅先啦。咁歐羅咧呢個禮拜都會有個CPI 去公佈，咁啊個預測數值都唔低嘅，2.9% 嘅。咁嗱，而家頭先就講緊美國加息嘅機會就降低啦。咁調翻轉，如果呢個禮拜出嘅 CPI 又即係歐元區嘅 CPI 高過預期嘅話，會唔會調翻轉到歐洲又加翻息咧？9月份咁調翻轉就縮窄翻同個美國嘅息差，令到歐羅又會有更加好嘅表現咧？我自己對呢個講法就唔算好 convincing，即係唔覺得係一個好強嘅理據，因為首先大家對歐洲嘅息口咧，好似今年咧就唔係太，就算你講到加3次息，歐洲加3次息嗰段時間咧，對歐元嘅幫助都唔係好大。
歐元嘅升咧，更加大程度係因為美金嘅跌。我諗呢個係即係呢段時間嘅成個歐元個走勢嘅反應啦。咁當然啦，另一個解讀就係就算啦，因為咁樣佢可能重新話要講翻加息都好咧，其實佢係咪一個連續性嘅加息咧？佢有冇條件連續加幾次息咧？咁因為始終美金同歐洲嘅息差咧，而家都仲有超過即係大概係接近都厘半左右，係啦，即係大家唔加。你加一次，其實個收窄個幅度唔算好明顯嘅，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個幫助係咪好大咧？我覺得唔係。所以頭先我諗你參考翻即係個歐美匯指數大概98.5、98.8呢啲支持區啦。咁對應翻隻歐元咧，其實你見佢暫時落去，雖然佢揾咗個低位啊，即係講緊有1.13水平，都牛下上翻200點左右啦。短期我覺得佢都仲係有機會再試上去，用呢個4小時圖睇咧，佢都仲會再試翻。但係咧，其實你話會唔會再破翻1.2呢啲頂？即係睇唔睇到咁遠咧？我睇唔到住嘅。即係我都係逐步睇。其實我初步睇，如果對應翻嚟大概98.5至98.8嘅美匯指數的話咧，其實隻歐元咧，可能呢啲水平都係比較明顯有阻力噶啦。即係大概係即係未到1.17添啊，可能係1.16半、1.1680咁上下，甚至即係呢啲前嘅支持位或者係阻力區。即係簡單嚟講，如果你畫一個大啲嘅框架嘅話咧，而家都有少少咧，好似係入咗呢個咁嘅阻力區。呢度大概係唔夠100點嘅一個阻力區，即係每一格咧，其實都有啲阻力喺度。咁所以我自己預計咧，你當未到1.17左右呢啲水平前咧，係都係要略略減持翻少少歐元。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你揸歐元咧，都仲係要比息。即係同有某一啲外幣你可以諗住財息兼收咧，其實就都唔係一個好好嘅選擇，或者佢個息差，即係假設啦，如果你話有兩隻貨幣去比。呢隻咧，佢因為你揸歐元嗰個利息成本咧比較重啲，你會入市嘅時候會更加審慎啲。調翻轉，例如舉例隻英鎊，可能大家個息口都比較接近。如果你睇翻即係尤其可能 set.com 揸沽嗰個比息嗰個情況咧，其實都對佔比嚟講唔算太多，即係其實係一個。唔需要考慮太多，即係坐多2日貨都唔緊要嘅，我都可以願意坐。但係有啲貨幣咧，你坐得耐啲咧，你就會有少少綁手綁腳。哎呀死啦，會唔會驚？即係一路唔喐嘅話，我個利息成本越嚟越重咧。咁所以兩隻貨幣比用嚟即係坐貨或者係搏一搏嗰種心態嘅話咧，我未必會揀隻歐元。咁所以呢啲位咧，我覺得大概1.16半至1.17之間咧，係要減持翻少少歐元。但係嗰個支持區咧。可以推上少少，即係大概我諗1.15齊頭呢啲位咧。如果真係突然之間有個大嘅陰燭跌穿咗嘅話咧，舉例啊，即係有啲咁嘅陰燭跌翻落去，跌穿呢個1.1500咧，我自己就選擇離場咯。所以個區間其實都係比較窄嘅，1.15至1.17之間，你當呢200點之間挨住1.17、1.16半樓上咧，就應該略為減持啲。明白。好黑啊！啲股票日日都跌，唔怕 ，Quack Quack，Z.com Forex 外匯交易升跌都 trade 得。咁就頭先都講過啦，咁講埋英鎊啦，即係如果你話想呢段短線睇淡美金，咁買咩外幣？咁歐羅就因為可能個利息成本問題啦，咁英鎊就應該就冇乜利息成本噶啦，就相對好啲。咁係咪揾個機會做翻英鎊咧？因為英國呢個禮拜都會有 CPI 嘅，咁就係預期2.5% 啦個年率，咁就都係禮拜聽日公佈嘅，咁所以就睇下英鎊點樣部署啦。英鎊就價位咧，其實就越嚟越偏高少少，但係其實拉翻遠啲去睇咧，其實都仲係未破，都仲係今年我覺得有啲失望。即係講緊用2026年嘅角度去睇咧，佢都仲係1.31、1.38半之間，其實都係得700點嘅波幅。咁呢個波幅而家已經差唔多都去到8月中下旬嘅時間，其實係如果用1年嘅角度去睇咧，雖然佢仲有最後一季可以發力嘅，即係我亦都預計如果係1年得700點，我覺得係對一個外匯嘅行情嚟講咧係唔接受嘅，即係我覺得個波幅係遠遠細，比一般數據嚟講係太細啦，太低啦。咁所以如果係咁樣搏嘅話咧，反而
你博佢最後一季係有啲大啲嘅波幅，無論係創新高又好創新低都好啦。我覺得英鎊係有嘅值博率。咁但係當然啦，用咁嘅角度，而家嘅低位1.31半，高位1.38半，其實1.35呢啲位咧都仍然係中間，因為對上有可能有300點嘅空間，對落有大概300點嘅空間。咁呢啲位其實你見咧，由年初到而家咧都係經常性，久唔久就會出現。所以你揸同沽咧都係真係短線為主。所以點解頭先話我諗我好比較有你覺得即係對你頭先啱講嘅有說服力嘅，就係講短線博美金調整略為弱啲，咁即係話要真係用短線嘅角度去入市嘅話咧 ，OK 嘅，即係英鎊係坐貨成本又低啲，但係你唔好諗住博佢坐到去不如破頂或者跌穿低位先止蝕，因為都係50一般般，嗰個值博空間唔多。所以如果用短線角度，我自己就會調翻再縮短啲，用1小時圖睇啦。咁佢而家個走勢升緊啦，即係我諗你變咗都係一個一浪，短線一浪高一浪嘅一個走勢啦。咁如果你用一個星期嘅角度去睇咧，擺 stop 嘅話咧，我諗你跌穿翻呢個一浪高一浪嘅走勢，咁就要小心啲。而家你繼續咬住佢嘅話咧，你當佢1.3480，咁係一個最貼市嘅一個 stop loss 位。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有少少彈藥，不如擺鬆少少博即係美金再落啲嘅話咧，咁呢個上升走勢咧，我覺得可以擺埋落去，你當接近100點左右啦。即係最壞情況啊，呢個區間咧，大概1.3430、1.3450左右。雖然有100點啊，咁但係暫時佢都仲係保持住一個一浪高一浪嘅走勢。所以話如果你話純粹用一個星期，我博可能聽日嗰個 CPI 數據出得好或者唔好都好啦，咁你應該就要擺喺大概1.35齊頭呢啲水平。但係你有少少多啲空間，即係假設你將個倉位做細啲，可以個容錯率擺翻高啲，即係嚟擺闊少少嘅 stop loss 嘅話咧，咁就可能擺到去大概1.34嘅30左右。咁呢個就做一個 stop loss。咁呢個前設就係你要將我一般自己做嗰個倉位咧，可能縮細2/3啊，縮細1/3啊。去做翻咁嘅調整咯，咁呢個就係今個星期嘅一個支持位。咁至於阻力位嘅話咧，就要擺翻去4小時圖睇咧，就比較清楚，都仍然係大概1.36半，接近未到1.37啦，我諗係呢個當時4、5月份左右嘅高位呢個阻力咧，我諗都未咁容易破嘅。就算 even 你假設美金繼續弱、繼續調整都好啦，我諗佢暫時未有一個條件你可以一舉就升穿1.37。咁所以頭先講就大概1.3430就係今個星期嘅支持位。阻力區咧，大概1.36半至1.37之間，大概都係200至250點左右嘅幅度。咁方向上面，我覺得仲有空間係可以短線試一試翻上去嘅。明白，收到，非常清楚啦。好，咁就講日元啦。咁因為過去兩個禮拜Aaron 就有啲事冇嚟講節目，所以都呢次干預都未講過。咁嗱，日元嘅表現都大家都明見到啦。咁又係即係2日貨仔喎，暫時都係。咁去到155之後咧，又唔再向下衝。咁Dollar Yen 就向上彈翻上嚟，啱啱一半嘅水平啦。因為由干預係164嗰度開始做嘢，咁做到155附近，然後又反彈翻，而家接近160呢個水平啦。咁究竟係重蹈覆轍，即係又係翹埋雙手唔再做嘢，等隻 yen 又係慢慢去貶值貶翻去個位啊？定係嚟到呢位大家都繼續係戒備，都仲有機會趁美金呢個調整而出現一個Dollar Yen 再向下嘅機會咧？我覺得係啦，即係我諗呢2-3個星期就出差啦，咁就但係對上一次錄節目嘅時候都好彩咧，即係冇叫大家去再追隻Dollar Yen。咁當時當然有少少基本因素，有少少假設。我記得錄節目都錄得比較長，即係嗰集咧就講多咗少少啲期權係嘛？一來期權啦，二來就有少少陰謀論，就係推緊究竟隻 yen 弱落去對啲 stakeholders， 即係對日本包括高市早苗個民望係好定唔好咧？或者特朗普究竟係對佢係想隻
dollar yen 係即係美金繼續係咪要強，日元要繼續弱咧？究竟即係日元弱咁對大家有邊個有好處咧？咁所以當時即係有少少咁嘅推測，就覺得佢再上嘅空間唔算太多。當然我哋估唔到幾時干預，但係亦都即係好即係。好彩啦，叫做今次係大家叫做認可嘅，so called一個少少嘅聯合嘅干預，即係有少少話特朗普嘅背書啦，可能出下溫馨即係溫馨提示口述唔好再弱啦，咁所以個效果咧就曾經落翻去155嘅水平。咁好啦，咁技術上去睇咧，咁而家就但係大家你見。但係155咧，又不知不覺又上翻159，啱啱去翻155同164之間嘅中間水平。咁某程度上咧，其實大家呢啲位咧，而家就要再睇嘅。咁因為啱啱呢個干預就大概你當係900點左右一個164至到155之間嘅一個位啦。咁首先155就不容有失啦。因為對上一次疑似干預啦，都係去到155呢個邊位咧，就即係彈翻上去。咁所以如果技術上真係再跌穿155嘅話咧，咁成個 dollar yen 嘅走勢咧，我諗大家都會 confirm 咗係一個反轉嘅 pattern。到時即係可能日元就要略為睇好啦。咁而家就其實咬住就大家兩邊就係有班人就仲係想做 carry trade 財息兼收，寧願你唔突破155咪坐你2個月都好，都係一路收住息咁樣，就冇乜危機意識嘅。咁另一批就要等緊就係究竟日本有啲咩基本因素令到大家想買翻上去咧？咁我諗而家個背景有少少基本因素嘅配合，就係美國開始醖釀緊唔再瘋狂加息或者加唔到息呢個咁嘅概念。咁而好似呢2-3日又傳出咧，高市早苗好似又開少少綠燈，係啦，就支持日本央行係循序漸進加息。佢唔係一次性或者加好多次息，但係即係如果你有少少綠燈，大家就估佢9月份會唔會美國唔加，日本加，都係一個收窄啊。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兩派唔係話瘋狂睇好日元，但係覺得美金唔再升嘅一個原因。咁當然你話亦都可以講話會唔會有第3次嘅干預？咁呢個我諗冇必要就唔需要啦。即係除非又係無端端隻 dollar yen 突然間抽翻上162樓上，好接近呢個干預水平嘅時候，佢就出其不意又再出手。咁呢個係即係睇價位角度先至會逼到日本央行出手啦。否則嘅話咧，我諗佢而家暫時大家有少少幫個市場咧就畫咗個框架出嚟，就係164、155，睇下佢幾時突破啦。咁雖然一年角度即係用成個2026年咧，1001點或者即係今年個1002點啦，今年個低位152呢啲位嘅，咁大概1002點嘅波幅咧，去到164咧，我覺得都唔算係太多嘅，因為過去2年其實分別有2200點啦，有1900點啦，咁所以今年仲要咁多咩高市早苗、三支箭啊、行弱日元啊等等咁多睇死日元嘅一個背景之下咧，其實個幅度應該要大啲。咁所以即係我覺得都仲係未滿意，但係如果純粹用短線角度咧，而家就好清晰地俾大家知道2個支持位，152係值得買dollar yen買翻上去，155如果接近呢啲水平咧，係應該要買上去。即係如果作為你係睇好dollar，即係睇好想收息嘅朋友咧，呢2個位係要做嘢，要入市。咁但係如果係155附近買咗，跌穿155呢個位咧，就應該要 stop loss。呢個係即係好短線嘅第一個做法。咁一係就等佢跌穿155之後咧，就再試下今年嘅低位呢啲位咧，就去買入。跌穿152創今年新低咧，就 stop loss，呢個係第2個做法。咁至於你話睇即係短線嚟講咧，我自己覺得上翻161、162嘅機會咧，短線應該真係難啲。有少少好似感覺上係當參考翻呢個4月嗰次干預。其實你放翻大啲個圖表去睇咧，都係有啲似嘅，即係佢係急跌完之後咧，上翻1半左右，跟住咧重點就係佢會有一下咧，好似就再試翻落去前低嘅。咁所以究竟而家會唔會有呢一個即係異曲同工嘅另一下就係咁樣落翻接近155呢啲位咧？而家就咁市場上邊
喺度醞釀緊，咁啊睇下喺啲咩阻力位會有啲咁嘅契機啦。咁我覺得個機會就可能係接近呢個啦，即係以前你睇翻呢個4小時圖咧，接近係160.7啊、160.5啊咁上下，即係總之160樓上啦。咁應該大家就開始會唔夠膽再去追買啲美金，到時可能最靚個價位160樓上，咁呢啲位其實都唔爭好遠啦，即係爭50點到160啦。咁所以呢啲位咧你開新盤去再買多啦 yen 咧，我覺得呢啲位唔適合，反而你話等一等睇下有冇機會。如果你話今個星期頭先你提到可能係當歐美嘅 CPI 雖然唔係好直接地影響多啦 yen 啦，但可能到美國市嘅時候睇下啲美股嘅即係市場個情緒啊，會唔會有啲即係所謂 kind of 有啲避險啊，咁啊借勢嘅多啦 yen 就開始揾到個頂之後咧，就再試翻落嚟。咁我覺得落翻嚟，當然你唔好直接睇155，即係我諗。如果你由160搏到155咧，應該就係搏緊去另一次干預，即係咁先有咁大嘅波幅。但係如果你話正常冇乜嘢，咁你試落嚟嘅話咧，我諗第一下你睇翻大概157左右至157半左右呢啲位咧，我諗都差唔多嘅。咁所以波幅嚟講咧，頭先話160個半啦，當呢個係即係今個星期嘅阻力位啦。下邊支持位嘅話咧，我諗157個半左右，其實都差唔多，即係但係呢個今次有300點左右嘅波幅咯。吓，又冇人聽電話？唔會，呱呱。Z.com Forex 24小時真人客服，令你 trade 得放心。好，非常之清楚啊，好立體咁講個 yen 短線、中線嘅做法啦。好，最後一隻貨幣澳元。咁澳元呢排唔覺啊，熬翻上嚟噶啦。咁啊，上翻71美仙嘅水平。咁啊，可能個大環境氣氛幾好啦。咁美國有機會又唔再加息情況下咧，令到澳洲即係 G7 最高息嘅貨幣好似繼續好似好正咁樣啦。咁所以嚟緊澳洲紙嚟到呢啲價係反彈完，要再試高位，定係原來反彈完俾大家落車咧？如果短線嚟講？我覺得一路揸住佢都冇乜問題，即係你見我哋一路睇話由年初去開始急升，當然當時個背景就澳洲自己連續加3次息啦。咁今次呢個反彈翻上去咧，我覺得更大嘅機會咧係源於美國唔加息呢個新聞，令到咧就澳洲突出咗佢一個即係暫時咁多隻主流貨幣中最高息嗰個優勢。咁當然你話年尾佢會唔會再加息就另一個後話，即係嗰個係一個少少嘅即係支撐嘅因素啦。咁但係個重點嘅主因應該就係因為炒緊美金轉弱啊呢個或者短線調整呢個因素。咁嗰個走勢上邊，即係你見我哋一路都即係68啊、69都建議大家呢啲位唔係好怕去買喎，可以儲翻喎。咁但係你要俾時間嘅，即係呢段時間講緊由68、69上翻而家71咧，其實都係差唔多跨咗個半月以上。咁你又中間冇乜特別嘅新聞，就有少少悶悶地贏嗰種感覺。但係你要有耐性去坐，同埋你又唔知去邊下會令到佢上翻去。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繼續想做呢個策略嘅話，就唔需要太貼市，就話即刻趕住幾時落車幾時，即係去 time 個市場係難，好難去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以炒作角度借勢炒美金調整，都想炒埋呢隻澳洲紙嘅話咧，咁我覺得你可以睇下，即係大概都係72水平啦。其實就都可以係我諗71半以上至72之間，即係用呢個大概6月左右嘅一啲高位嘅一啲阻力咧，技術上嘅阻力咧，係作為一個短線減持少少啊，或者即係即係我諗你如果你真係呢類嘅投資者做 positioning trading。有時會增持，有時減持，咁呢種嘅操作嘅話咧，71半至72之間係合適嘅，可以係略為減持少少。但係如果你話唔係，都係諗住財息兼收，睇耐少少，可能睇半年甚至1年嘅，咁我覺得繼續揸住佢，就唔需要喺呢啲短線操作上邊就做太多嘅動作，係以不變應萬變。咁反而即係下邊嘅支持位。for 頭先嗰啲 positioning trading 嗰啲 trader 啦，可能係想走位嘅話咧，跌穿我諗70半啦，呢啲水平咧，
呢啲嘅前嘅阻力啊，呢啲位，即係起碼我諗你呢啲紮嘅平均線仲係向緊上嘅。你見到佢跌穿呢紮平均線嘅水平咧，咁先至考慮 stop loss。所以個 stop loss 位我會建議擺可能70半呢啲水平。咁其實如果係咁睇個幅度，今個星期都幾窄嘅，即係但係上試為主啦，即係以偏去試上去為主，但係去到大概71半至72之間就有啲阻力啦。OK，好，非常之清楚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